对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因万里拒绝这个争议，新北市公务局长提供空照图，表示讲赖家位置本来是空地啊，一直到民国92年以后才出现建物。因过民进党中央今日举行记者会讲，这个新北市政府将68年的航测定位向倒边刷过去，赖家被藏入墙内内，加上民国94年甲75年空照图比例差10%，未当直接做对照。人讲新北市政府提供错误的消息。制造谣言，因过新北市政府讲，公务局是采用绝对值的指标进行比对，唔是用可能产生误差的比例尺，真相干那一个。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办理拒绝证据，继续伫咧炭烧。伫咧新北市府提供的空照图认定非建混看了后，民进党中央大动作举办记者会，骂这是错误造假的消息。就是他把整个定位点往左移动了啦。所以最后把赖清德的老家直接定位在树林里面，可以这样搞的哦。为什么市府提供的空照图来看，民国73年并无大甲84号厝的影像，定点的所在是树仔含空地下，直到94年才出现84号建物。不过民进党除了强调大甲早就伫咧民国47年就已经存在，嘛反叫什么市府空照图定位出现偏差。民国94年的图。比民国75年的图小了10%，你可以这样比哦，你可以比例尺都不用还原就比对哦，套图套错往左下角偏，比例尺差了10%。所以导致的这整个内容是错的，你们就道歉就好了。虽然新北市府讲是用现主席84号来做回推，不过对官定指控市府甲68年的航测定位为倒边刷，互赖家藏伫咧树林内底，而且民国94年含75年的空照图比例无共款，差10%，根本袂当直接对照来做判定。公决进行图资判读的时候，是采用绝对值的坐标进行比对，并非采用可能产生误差的比例尺。真相只有一个：内政部的测绘中心、农业部的航测中心的图，请问民进党你还要驳斥吗？是在你这些航测图的观测之下，你明显就是违建。我希望民进党政府不要赖皮聊，还要瞎扯硬凹。两边都有家己的意见，出问题，搁一摆将做选战攻防的焦点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